明星，他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所以。 我还真没听说过，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因为你是我爸嘛。爸。 尿尿。来了啊，不要急。咱们站好了啊，站好。哦，扶紧。来。 坐好啊，坐好。哎，来吧，我带你回房间睡觉去。不要碰我，难受。我只想在这里躺一会儿。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是，老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老了还有我在。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
我就要你在这里陪我。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别再丢掉我好吗？看着爱宝睡得那么香，那么的安静，我又开始迷茫了。我在心里不停地骂自己：林一轩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，刚刚从过去走出来，可现在呢？现在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
来了。Good morning。 Morning。我以为你还没起呢。啊？怎么这么早啊？难道你不让我进去吗？不方便吗？进来吧。昨天的东西还没收拾啊？啊。我看你昨天晚上也没吃多少，所以我早上再特地给你带了一点早点。干嘛那么客气？你昨天的那个干女儿，挺可爱的，看不出来她酒量挺好的啊。送她回去，晚上已经很晚了吧？累吗？还好。那我先收拾一下，我们吃早点吧，好吗？啊不用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明星，他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所以我还真没听说过，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。明星，等等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她是我前女朋友。林一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个What is this bullshit？ 谁写的？烂到家了，重写。李总，你看这文案怎么办？那就按照唐总的意见再做一份吧。好了，是。行了，散会。把门给我带上。
都是你惹的祸，结果脾气全发在我身上。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，错不在敏熙，在你。是他没错，当然不能怪他了。你是不是对那小姑娘特不死心啊？敏熙都对你说些什么呀？他说现在这小姑娘也真够厉害的，都那么主动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世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很容易得到的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爱宝不会怎么样，他就是个孩子。来，同学们看一下黑板。今天咱们看一看光学效应光程，它的方程式咱们应该看看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？hv 等于1/2 mv 的平方加上 a 啊，其中后边还有一个大括号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来往本上写一写，记一下笔记，是不是？再看看这边啊，看看这个图示。这个图示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啊？哪一些地方我们需要？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需要做一下标记，然后在你的本子上，还有下边啊，看一下下边这个整个左边图示的这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一共分为了几步？1步、2步、3步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老师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啊。这是唐敏熙，这是爱宝。想不到啊，当年桀骜不驯、心比天高的文艺愤青林一轩，现在为了2个女的，会醉成这样。哎呀，你说你当年为了画一幅画，几百里上千公里的说走就走，连眼都不带眨的。现在这股劲儿哪儿去了？这女人跟东西不一样，好吗？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行了，别笑话我了，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不会的，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。我现在就想着是怎么把这个公司给搞好。你小子就是个财迷，永远改不了的习惯。喂，兄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。问？你觉得唐敏熙会对公司怎么样？会对我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项目拿到手了之后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吧？自从我跟爱宝发生那件事以后，我知道唐敏熙非常生气。他在公司里见到我也不理我，就像看到仇人似的。为了公司的前景，为了缓和我跟他之间的矛盾，我打算约他出来好好聊聊。可是不管我怎么打他的手机，他都不接，始终躲着我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发短信给他。
喝一个。不行了你。就是你，喝一个。来的这么晚呢，我等你好久。快点！给你介绍一下，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林以轩。喝醉了。别这样。Don't you want me? Don't you want me?喜欢吗？我比你女儿好吧？
你就应该跟这小姑娘保持一定距离。你也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应该明白什么能碰，什么不能碰，对吧？我明白，我怎么能不明白呢？你假明白。你要是真明白的话，就应该跟她保持距离啊！而且你还当着敏熙，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把他一脚踢出去，赶出去？人该狠的时候就得狠一点。敏熙可以做你的女朋友，做你的老婆，还可以给你一个光明的前途，而那个爱宝只会给你找麻烦。不仅你需要敏熙，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熙。只要敏熙在，他老爹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公司啊！你说我说的对吧，兄弟？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实点，你不能再像那些愣头青一样重新创业一遍吧？怎么样？不喝了。再喝点吧，喝点。接着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没再去找唐敏熙。我也知道他很痛苦，所以我不希望再打扰他。喂，你这朋友怎么回事啊？等这么长时间了？马上就到。最近没见到唐敏熙啊？别说见到了，我躲都躲不赢。听说他去香港了，疯狂购物，疯狂刷卡。哎，你说这有钱是好啊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这么有钱？哼哼。哎，来了。喂，喂，信号不好。